来，乡亲啊，继续甲咱的镜头刷到这个新北市的五股。伫个昨尾仔4点外，有一个10岁小男童行斑马线过大路，互一台机车甲撞到，正面的面严重来刺伤，马上着骹骨就要拍石膏。不过这个10岁囡仔真勇敢，拢无哭。颠倒是亲目睭看到车祸的这个姐姐，是惊甲骂哭。啊，囡仔爸爸是来指控着机车骑士无让行人先过，啊，对后生勇敢嘛感觉真唔甘。你也断了，然后这边的伤，这边最严重，头还有这里。10岁查甫囡仔坐伫碰起，头壳顶佮打一个架子，正面规边严重刺着伤，规片红记记，倒脚嘛骨头断去，控石膏，互爸爸是看甲真甘。因为伫咧父亲节前，囡仔行斑马线过大路，所扣一台奥多麦撞到。他那边跟我讲的，然后他说按了以后，全部车都停了，他们两个过去，到已经快红灯道的时候，摩托车就窜出来。查甫囡仔行无法，爸爸甲来当阿姨来互医生看。后生出车祸，爸爸讲因为家底下2人，逐工下晡拢会坐公车去公司找鱼。只有下晡4点外，12岁阿姐含10岁小弟，2人要行过新北市五股区民记路口的大路，不过青灯是倒闪灯，2人必须要试开关，才当变做是红灯。兄妹2人等到青灯要过大路，不过一台机车煞雄雄冲出来，当场甲小弟弄倒在地。他说公车挡住他的视线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照理说应该是公车撞到我的小孩啊，而且他是从旁边的那个缝嘛，公车旁边的缝冲出来的嘛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我更心疼。他更坚强，我更心疼。唔甘后生扣车浪，一滴目屎都无流。10岁小弟敢若冷静伫咧问，敢会流疤？颠倒是看到车祸阿姐是惊甲伊伫咧哭，因为骑车讲当时视线是靠公车砸掉的，才无看到查甫囡仔。不过因为现场无监视器，警察会阁继续调查。爸爸嘛伫咧网络顶找找经过车辆的行车记录器，希望当看到真相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